顶礼拜，台南有一个18岁生疏的少年家，伊无驾照载朋友出去佚佗，摔出车祸弄死一个骑倒摆的朋友。最近这几天有人把这弄死人的驾驶的相片甲名，伫台南四界打。警察嘛接到报案，表示讲这款行为嘛是违法，嘛已经在调查咯。台南区的水平稳公园，一个人来遮行路运动，路过民众发现路顶煞互人搭一张姓苏查甫人的传单，那名姓互人公布出来，连相片嘛是。其实这单唔干那伫这搭，甚至伫咧后巷的涂骹四界嘛人通看会到，顶面写着多架赛车的传单，后方这阵专门卡在后巷。就这样就比较不好，因为他也没有确定嘛，法院也没有判他是怎样啊。伊可能是阮啊。 有迄个正义感也是安那，但是咱也是要有法治的观念，应该透过这个警方啊。警方接到通报，嘛随赶到现场，把单拆掉，因为这款行为恐惊已经违反妨害秘密罪，因会进一步了解发传单是谁。公园有张贴涉及刑案传单。 现在本分员派员到场，先将传单带回，再了解是否涉及刑法。传单内底写的18岁生疏的少年仔，10月初4无驾驶煞赛车伫咧南162线医疗关日平台附近来回批车4至5抓，落尾弄死伊家己的朋友17岁姓杨的少年仔。发生车祸进前，生疏的少年伫山路弯弯弯弯的批车画面，引起众人讨论。这阵离案发现场30外公里远的市区，煞出现这款传单。记者问死者家属，因无愿意受访，嘛表示无期待对方来抱歉，唔望赶紧甲后事办好圆满，案情调查好清楚。在肇事车辆内也没有发现违禁品及毒驾迹象，但是事后家属请求调查证据，当日本分局即依程序采集书名尿液送检。 并报请台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。目前这个姓苏的人也搁伫病院，伊互人质疑敢有假毒赛车。刑法分局表示，已经送交检验，爱搁等检验结果。专案的以过失致死罪这个方向来侦办。另外，卖进一步来查，敢是有牵涉到公共危险罪。记者出台南采访报道。